歌，我爱你。大家好，田老师好，来选手们好。你甲手的心情歌，该透你心肝。 会知影，流行声骚，走紧无人嫌歹听，欢喜不出心情，惨惨做一首歌，啥物酸拢对着心情行。要歹势，大声来唱歌，大声来唱歌，唱互伊心开活。有啥委屈，有不如意。 唱唱放落山，会知着大声来唱歌，大声来唱歌，唱互伊轻松啊！我声心嘛是友情赞助啦，我就是你，就是我。尖叫声，尖叫声！后面，上面的，上面的。 这边的是可怜啊！光明跟你错。你甲手的心情歌路，该透你心肝。你会知影，流行声噪，噪音无人嫌歹听。 欢喜不出心情，苍苍做一首歌，啥物酸拢对着心情行。要歹势，大声来唱歌，大声来唱歌，唱互伊心开活。有啥委屈，有不如意，唱唱放落山，会知着大声来唱歌，大声来唱歌。 互伊轻松啊！我声心嘛是友情赞助啦，我就是你，就是我。要歹势。哎，忘词了哦。在着大声来唱歌，大声来唱歌。 我轻松啊！我声心嘛是友情赞助啦，我就是你，就是我。全世界在吹在吹。左边的朋友。 三个女生，为什么我出来你们那么冷静？可以尖叫一下吗？可以吗？再一次哦。来，你们都听到开始，你们都不要叫，就三个叫出来。好，让他们来。就你们三个哦。直播有拍他们吗？直播现在直播会有吧？有拍到你们。好，可以哦。就你们了，来，1、2、3。他们有用声乐的方式。恁是当作即马7月时爱看到什么？还在引导，对吧？三个都是那个在校生吗？啊，你们有看过我吗？刚，来，Google 一下。我们原谅他们啊。 没关系，还学生啊，不是会社会啊，有一些场面话比较不会讲。对对，我们就说有看过就好了。对对，像我很多粉丝，现在今天为什么你们会来？请假，请假，特休啊！那这是学生海选的，你还在中啊？哎，你没有吧？你阮兜隔壁。哦，真顶啊！这一个请特休来哈。我讲
介绍一下，这些是我的粉丝啊，他们已经离开大学很久了，就比较会讲场面话。对，你们可以学习学习。对，像比如说，哎，陈梦贤帅不帅？帅。唱歌好不好听？好听。是不是很爱他？帅。可以吼，要学一下好不好？现在讲宫北菜。哇，没有啦，就是我觉得呢，贤哥来这边呢，也是除了让大家欢乐之外，我跟你讲，比赛选手太紧张了啦，给他们一点缓和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跟你讲，紧张都难免的。对啊。像我以前也都好紧张。我以前比赛也很紧张。没有，我刚才一出来看到这种场地啊，就会勾起我以前参加海选的回忆。以前哦。对啊，我以前出道以前，你们想得到的超级星光大道、明日之星、超级偶像，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海选，我都有参加过。然后有一些也是到校园海选，我有去参加。是。对，然后，最远的就是到台北嘛。然后我要坐5个小时的车到台北，然后再转捷运，再转公车到三立电视，然后在大太阳底下再排5个小时，然后再从那个透明的那个楼梯一直排，慢慢排上去，这样对不对？排进去，对，排超级偶像，那时候超级偶像，然后一个一个海选清唱这样。我咧开10多点钟的时间，舞一步入去，20秒，点下一个。我跟你讲，20秒算长的，因为我有跟过超偶的海选，他们有的3秒就掉了。所以我算很长了，你要开心了。那我今天可以比较释怀一点。没关系啊，我也才10秒而已啊。你10秒？我10秒而已啊。评审是谁？讲出来。这不能讲啊。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偷偷讲就好了。没关系，因为田老师去尿尿。没有，有时候那时候的评审我都记得大概是谁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老师好，老师好。我都很会记仇。我们是讲好话啦。真的吗？对，我们讲好话。像选手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们今天如果没有过关的话，你要永远记得评审是谁。一个记条。这样好吗？可以吗？就可能就是志豪哥嘛。那个铃铛拿来，快点，我要按铃铛的。先按一下，按一下。哎，你今天就没有特别准备铃铛的啦？哦，没有。对啊。就是没有铃铛哦。我可以帮你升格。哎，不行啦，没有，就是今天呢，就带给大家欢乐啦。对。因为他们真的太紧张，前面那个校园实在太紧张了。对，我跟你讲。应该有感受到吧？有。对啊。我在后面准备的时候，我都听到他们唱歌有在颤抖的声音。颤抖的，回想我们那个时候比赛的感觉。一样，我们都有走过来啊。对。但是大家就是，我也给大家，我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励志的例子。我参加各大海选都没有过，然后我在红人榜也都没有过关，但是我现在还好好的活到现在。所以大家加油！对，你们今天如果没有过关的话，不要放弃，是，永远不要放弃，好不好？对，一定都有机会。我们有很多路可以走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我也没过关啊。对，我去了2次也没过关啊。然后你现在在这里当主持人。对嘛，所以大家还是要加油啊。对啊，掌声给我们心语一下。对啊，我们其实也是很厉害，对，他也是非常努力，真的。但是我觉得啊，他们还是想要听你的鼓励，不是我。我的鼓励。对。我怎么鼓励他？加油，不要紧张，不要这么客套。他想要听你的真心。还是我就陪你们睡一晚，会不会比较安心一点？你这个是你确定吗？你是性骚扰吧？人家说你不想跟你睡啊？没有，我加持。所以你睡到还衰嘞，更衰。开玩笑啦，哎呀，让人放松一下这个心情。对呀，不要那么紧张。哎呀，对啊，然后选歌很重要。是啊，反正你们紧张也是会一直记得这一题嘛。对啊，我像刚才那个蔡英文嘛，对，他不是说他在那边啊，在蔡英文啊，在那边总统好。总统好的嘛。你刚才有反映说海选的时候没有从那个第一句开始唱嘛，所以影响你的表现嘛，我感同身受。因为我以前去红人榜那个海选的时候，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那个遭遇过。我可以再讲一次吗？
不要再在外面一直损坏我们的形象。你在阿姐湾水也在其实他真的现在还是有点紧张，我想听。我们想听一下一点点就好了。没有，而且重点是他一直觉得我是事主，可是其实我根本不在现场。真的吗？我不在现场啊，不是我。他以为你是事主。听听看，我做一个公斤。我想听一下。没有，我那时候为了就紧张嘛，说我叫什么名字，我住哪里，然后我今天要唱的歌是什么歌这样，然后因为我想说那个海选嘛，不知道到底是要从主歌开始唱，还是从副歌开始唱，按摘啊。然后我说请问一下，我要从前面开始唱，还是从副歌开始唱？当然是从前面开始唱啊！你上来比赛是从中间开始唱吗？唱。真的很紧张，真的很紧张哎。对，但是因为当时的制作人啊，还有老师们要求都很高，很严格啊，看到他们的脸这样。对对对，所以皮就会绷更紧，对啊，回去就会更加努力的练习。哦，不要那眼神，不要那眼神，你凶我，听没有？不是，我去的，对，我去的时候刚好那个最凶的制作人已经先，我逃过一劫。那你已经算很幸运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是对呀，你连上台机会都没有。但是真的啊，我觉得呢，贤哥他的成就，你看从去年开始哦，那个全台湾的场都被你接光光了。有吗？到现在都还不太够，这个我们也需要一点啊，分一点啊。很需要补财库啊。对，我们偶尔再去补个财库，这样好不好？很需要。但是大家还是爱听你唱歌啊。那对啊。接下来我想，因为我知道本来想要那个学校要带来一些比较新的台语歌，是。但我想要我还是唱一些比较有韵味的台语老歌，而且呢可以跟大家互动的老歌这样。可以，好，那因为我很常唱一首叫《落山风》，你们有听过吗？有吗？对，那这一首很需要合音啊。是。对啊，大家就帮我合音。好像我请那个粉丝示范一下。好。你们等一下就会唱，你们怎样唱啊？副歌要唱什么？黄昏的落山风。这样 OK 吗？他们刚刚这是合音吗？还是被椅子夹到？他被椅子夹到。示范完了，选手们会吗？可以哦。那就你们示范一下啊。还是你要带他们做一次？如果你们连这个也不出来，音准也跑掉的话，就真的没办法。黄昏的落山风。老师这样可以过关。老师这样，音准有对吗？好啦，跟大家开玩笑啊，都会唱了哈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就带来这首《落山风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风树那是残花。
往事若是再回想，那点心爱的理想，为你失了笑容，心情亲像雨落山风，无情啊无情啊，心遥向。但有缘去有踪，无情啊无情啊，无情路，明早全无来参详。风的落山风，请你着听我讲，古早的恋有啥路用？换你唱啊，你唱我来啊。准备啊，准备，无艰难，无艰难。Come on， 无情啊，无情啊，心遥遥，来有缘去有踪。无情啊，无情啊，无情路，早早无来参详。谢谢大家，老师送给大家，祝大家都有好成绩。谢谢制作人，谢谢豪哥，谢谢田老师，谢谢，拜拜。